宜蘭全新開幕3層獨棟 villa，香港人嘅 dream house，約埋一班 friend 去度假，真係超正！戶外私人泳池同陽光玩遊戲，室內空間超大，除咗有電動麻雀、唱 K 設備，仲有好多廣東歌，連緊急聯絡人都有。民宿入邊有 lift，大件行李都可以輕鬆攞上樓，一車嘅零食。成個雪櫃嘢飲任你飲，夜晚食咩好？一班 friend 梗係要食燒肉啦！微醺全肉宴大集會，老闆仲特登安排咗片皮鴨，好食到飛起啊！食到咁上下，落台放煙花，第一次放有啲驚，最後一定係通宵玩就勁，基本操作。呢度最多入住20個人，超大 queen size 雙人床，5星級品質嘅睡眠，配備咗無線充電，廁所都超大，仲有浴缸，浸個泡泡浴都得。朝早懶得出街買嘢食，早餐到會幫到你，真係非常之貼心，而且仲好好食。食飽飽就坐專櫃房車出去玩嚕。呢個隱世泳池包棟民宿，真心推薦俾大家。